有讲合作完的感想，好加载，这个人好加载哦，伊真，啊无伊的迄个音乐的那个内涵、那个功力哦，会搞死人，太厉害了。伊的迄个对于声音的敏感度，是我到目前为止碰到数一数二非常厉害的一个创作者。然后呢，因为一对台语也了解，所以他写的歌哦，你不用担心去有那种导音呐、啊，哦，音加袂准呐、啊，哦，然后呢，伊唱歌够准的，非常的快速。这几个东西是广俊杰非常重要的资产。或许你说，他只要有适当的挖掘，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呈现出来，而且是台语创作者里面会变成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这样。吴翔老师是前辈，是阮真侪这做音乐的人想要会当有机会互动的前辈。啊，所以伫过程内底会诚惶诚恐，拄头先会真惊吼，会想讲啊会不会犯到人家的毛啊，或者是什么样等等的一些咱对前辈的真侪的介意的紧张。那么到尾啊，我感觉老师非常的温暖吼，阮迄个咱庄骹吼有用足侪迄个隔壁阿伯无吼，还是迄个点仔头迄个人讲去甲迄武乡伯啊问看就知影迄种的无吼，那就觉得尾也感觉老师其实是即类的人啦，就是迄种真温暖的迄种台湾的迄种，就是我讲的迄种，去甲武乡伯啊问一下啥迄种人吼。那我感觉毋是因为老师坐伫遮吼，是真正你老师即件真正是我的贵人吼，无论讲未来我会安怎行，啊毋过老师上起码替我做完3项代志啊，第一项就是帮忙我甲我遐尼侪年来的一切做一个整理，啊然后第二项，互我有一个更宽广的创作视野吼，因为过去我大多数拢是家己写歌嘛。啊，就准是无和人合作，也没有像这一次这么的集中啊，这么的密切啊，所以完全提供我一个全新的创作视野。然后同尾啊，就是讲，老师伫这张专辑内底，除了帮我做伙制作啊，做伙创作以外，佮帮阮做企划，哦，这个过程内底也让我感觉迄叫做。感觉是温暖的武乡伯啊吼，就是很感人，就是帮忙我以外，就帮忙身躯边真侪人，互阮了解真侪代志。啊，这件代志我想那会是未来很实用的，所以这阵我拢甲我的同事开玩笑讲，我们最近在上大师班。安尼感觉敢若过来我就要拖去整啊。